收听10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思谦牧师，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我在这里，我们一起，以斯拉记8章1到14节。我在什么样的地方，而在这个地方我所遇见的群体，我愿意如何参与其中，一起合一的来寻求那对生命有益处的事呢？今天在这段经文以斯拉记8章1到14节当中，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2章19到21节，是讲到有关信仰群体的哦。这样看来，你们外邦人不再是外人或陌生人，你们是上帝子民的同胞，是上帝一家的人，跟犹太人一样，你们也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，而基督耶稣自己是这家的基石，依靠他，整座建筑得以互相连接，逐渐扩大，成为圣殿，献给主。在圣经文本所记载的救恩历史当中，我们如今读到的以斯拉记是讲到犹太人他们被掳归回后，一整个信仰群体如何同心合一的来寻求上主对他们的心意，以至于这样的救恩历史一直到如今，在新约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让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犹太人，不管你是外邦人，在今天我们的讲法可能会是，不管你是以色列人还是你是台湾人，只要我们愿意来回应，愿意来归回，愿意与主来同行，当我们信靠他，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建筑物，一个家的这个结构当中的其中一份子，而我们与另外一个在信仰群体当中的人互相连结，我们就逐渐扩大，成为圣殿。不是家吗？怎么变成圣殿了呢？圣殿其实很重要的意思是，这个地方是被分别归属于我们的主，归属于我们的上帝的。也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群体，若我们愿意一起来归属于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是他的圣殿。而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的心很被鼓励，因为过去那回不了家的以色列人，竟然因着一位外邦人的王，他们可以回家，他们从遥远的巴比伦可以回到耶路撒冷。当我们愿意一起同心合一的来寻求上主的心意，透过敬拜和祷告，透过彼此相爱，透过一起来遵行上主的话语，我们的主就动工在我们当中，就好像这首歌重新合一所说的，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，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。在今天的这段经文8章一开始就讲到亚达薛西做皇帝的时候，跟我以斯拉一起从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，那些宗族领袖的名字，他们的族谱如下。我们看见有做祭司的这个家族，有做王室，过去是王室的家族，也有一般老百姓。在这当中，当每一个人愿意来回应，愿意来归回到上主的家中，我们就看见一个世代因着这一批人，他们愿意归回的行动，不仅是人回到耶路撒冷，更重要，从第7章以斯拉记一直在讲的是我们的心要回归到神的面前，要回归到我们的上主面前，不再以我们自己做主，不再以这个外在的环境所告诉我们的价值观的信念来做主，而是让我们的上主成为我们的主。在这个世代
许多人因着家庭的破碎，因着许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连结，有一些人他真的是想要有个家，却始终回不了家。回不了家的原因好像有很多，而在台湾有一个年轻人，他因着过去在家庭当中，他的家让他觉得他好像没有家，没有归属，跟家人之间有很大的张力。然而上主赏赐他一个恩典，透过拍电影的方式，让他竟然走上了信仰的寻根之旅，一步一步一步，透过同侪，透过旁人祷告，开始参与在读经，参与在敬拜团，参与在这个基督的信仰里面，建造肢体，建造教会。而后透过摄影，透过这些影像的技术跟学习，他走上了这个电影的道路。就在这道路当中，他一步一步被上主带领，竟然拍了一部叫做《回家了》的电影。这个年轻人他说，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寻根之旅，而这寻根之旅带领他与父亲的关系，甚至面对到家庭原来的传统信仰，他知道怎么来回应。基督徒并不是信主之后就抛弃了孝顺，抛弃了祖先，而是我们更连接到源头，与这位创造我们祖先、创造我们的主来连接，让我们透过行动来回应，让我们透过愿意先从自己开始，愿意与人来连结，我们一起来寻求上主对这个世代教会的心意，对这个世代你我的心意。上主的改变真的是带来了极大的反转。这部电影帮助这个年轻人，更是帮助今天听到这段分享的你和我。上主在呼召我们成为家人，如同他在以斯拉记第8章这里看见了这么多愿意因着他呼召来回归成为家人的。他过去可能已经失去了这个利未人的职分，去从商，去从事在巴比伦那里的一些产业。然而如今时间到了，上主呼召我们成为家人，我们愿意一起来归回，依靠主的恩典，归属于他吗？家最重要的就是给人归属感，而我们有家，代表我们有归属。主在呼召我们要归属于他，当我们愿意，主就要动工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彼此连结，让我们彼此学习，让我们彼此依靠，更是依靠这位赏赐我们生命的主。也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真实学习怎么当家人。家人一定有家规，家人还可能会有家法，然而家人更是领受那归属于这位主，我们的主，从他来的爱和恩典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再次来思想，当他呼召我们成为家人，我愿意来依靠基督，归属于他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在以斯拉记当中，在那个大时代的里面，在人以为回不了家的时候，你的作为如此奇妙。你不仅感动当时的波斯王，让他们可以回到家乡，
你更是赏赐他们一切够用的恩典。但是我们也要再次的来思想，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个愿意说我愿意来回家的，我愿意来和好，我愿意来转向，我愿意来学习，我愿意来突破的那个人。主啊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，特别在这个季节是一个回家的季节，回到神你的家的季节，回到那真正让我们有永恒归属的地方。主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你也带领我们透过今天这一群人回家的家谱跟见证，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我们需要有你的同在，我们需要有你的鼓励，我们更是需要有你的勇气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纪念这些在我们看来不认识，却是你永恒纪念的儿女。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榜样，勇敢的来回家，顺服的来回家，并且是领受主爱的来回家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，世界牧师要祝福你。这些记载在上面的人名，如今我们都不认识，甚至长什么样子，怎么去寻求他可能过去的连结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然而主所纪念的，不论有没有写在圣经文本上，他永恒纪念。主没有忘记你，他要你来回家。我是思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